来做事。一生爱爱鸳鸯哪里在？一生爱爱相爱哪里藏？每张每有点张就救命哪里风哪得有？在鸳鸯哪里在？梦想变咱有相啊哪里藏？每张每有点张就救命哪里风哪得有？来不来报案啊？哦，马家长老，来，坐。哎，叔叔，今日要讲下，今日讲会了。年轻时间真做动作些哦。一点点。一点点的系无？哦，今日来到了东江吼，哎呀，比嘅舞嘅吼，木沙石嘅吼，真劲非常正。一落来有嗰種好理嘅感覺，吼，個有藝術嘅感覺。这个地非常的很重要，只有这个地方没有滑过，没有动过，因为这个地是真是磐石啊，所以这里很稳固，很坚固。国小那边还有六里那边都滑过，一天到晚土石流。对，一定到台风的话，我这边部落的人，国小那边就来这边，还有上面那边就。避难所，所以亚边呢，就是避难所，都压下都是，一直到如今。对，到现在。刚刚长老讲到圣灵的果子，来看到黑莓就是这边的装饰有，有懂得嘅，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啊、和平啊、喜乐啊、温柔啊、良善啊，安尼哈。希望亚边人大家进来进有安尼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。真很懂后啊，还够一来就看到那个天花板也是十字架。你看我们这个在顶的地方，他们刚信的时候很火热，凌晨3点就这边聚集祷告。他们在1楼无放摩托车的地方准备祷告。有一天他就准备相机，当他们照的时候。他们之前照的那个外面的都报销，只有那一张，他照的就是耶稣的形象。他们看到耶稣原来一直在我们这个部落，我们这边的部落的人都悔改，跪下来哭着，原来上帝没有离弃过我们。长老讲了这么多安精彩的故事哈。高飞发展、部落发展、安度圣灵感动的故事，同感通哈。泰雅族无人唔晓得唱一条求圣灵降临一首诗歌，咱嚟空下来唱一条歌诶。好啊，好冇？好。佢等下唱睇咧，就拜託叔叔同我哋聊聊。好。落下一个谁的手。
呀巴乌多嘎呀，有三年马拉瓦索那，巴夏伊古塞勒苏，呀巴乌多嘎呀。牛三年，马拉瓦索那，呀巴乌多嘎呀，索贝巴拉希呀，那玛本那巴萨会玛木。瓦果拉。哇，天气很好哦。非常安有福气哈。天气安好，叔叔带人出来行了。嘿，亚比很耐按家。亚比哈也是有名的尖石乡的锦屏大桥。哇，这是锦屏部落哈。嘿，那你看安阳给片头给查经过所在，给路那个山边都演赛德克巴莱的战争场景。锦屏大桥的前面就锦屏溪，还有条河渡的那种看安清腔的。河水吼，地度的东道远呢。佮对面安尼山，安尼个高呢。嘿，走在上面嘛。也绕过一路纳罗部落，纳罗部落就是新族哈，安尼用纳罗部落当做前山最后一个部落。啊，另外一片路前埔部落，田埔部落田埔教会就是很有名的圣灵造访泰雅族部落的第一站，田埔教会田埔部落。再往前就是秀峦，就是3年前山崩到整个侧村，这水把整个村灭掉的，整个后山前山的分界点，就这里过去就是纳罗。你看给门叶田野哦，蓝天白云，绿绿的树，还有绿绿的溪流。东向树诶，这个东有福气啊！这个你也比做安尼发呆题。好个。啊。你看这个条诶，起个咧太石头东方，也嘛个故事呢，都讲古代吼，因个泰雅族人爱出门，爱办嘛个重要的事情，爱问伊的占卜。比如说，你根本也可以出来，跟叔叔吃喝玩乐，到泰雅部落可以出来么？要问，要占卜，选一种占卜鸟。就会按哪个调，就会调。他们就在山崖边有一个大石太石头，就全部调诶横过来讲，万人可以从遐太石头送下去河渡，就选做占卜鸟，结果大老鹰冲过来撞下去，头破血流，老乌鸦按太上贴了哇，脚都在踢断了，都不动如山，就一只细条诶，慢慢的比过来，用伊你条诶拽，剁个。石头就掉在山崖下面去了，它就被选为占卜鸟。占卜鸟你就西利克，所以亚威还有动到的故事，你看，个话呢，也係記得動經典嘅紋面。好，纹面里面我同解释一下哈，妇女纹面嘴巴两边，是纹面。嘴唇两片跟上额头，男人的纹面是下巴，这个下巴，俺那个看一下铜雕哈，最典型的代表作。丽塔，你看一下昨天做嘛嘅团款啊？
来做几个沙条的呢？沙条啊，我万岁嘛要沙条的。哦，我讲古本堂吼，也故事都讲，今个古代吼，原住民的头目发现，因为种马嘅路种时生唔出来，生唔摸，伊也发现讲原来今日有2粒日头。哈？比如号召勇士去杀日头。那什么勇士底度有一个因为也是最聪明的，比的嘛个。西澳啊？来的，因为伊第一个日头动眼啊。哦，这比的西澳的安尼过去杀日头，勇士果然很勇哦。你看日头被射中以后，变成月亮。啊，你还没有创意。哦，聪明。日石头有光，暗不头有光，这个老公公。在的 party， 可以解释。当年就是我射中太阳的啦。日头如果杀到的，也是个勇士的孙子，所以有一个远大目标，3代人不放弃。那都跟回到部落模拟设计的，哇，这个很精彩他那个真的是那个。真经迄个编路的专业哦。系啊，那古诗度的迄样嚟写。也迄种有名演出名的织布嘅文化，全亚大嘅。你睇嘅头巾，挨头巾，安讲嘅花吼，阿同讲泰雅族他们。引以为傲，因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技术跟发明都是织布文化。其实也是文化资产，东重要的呢。手脚并用的独步全球的织布文化。15分钟等于介绍已经了解原住民泰雅族的文化神法。艺术典技啊，美感的，我哋都下一站哈。好啊。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木屑，这部分先处理好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已经有菌丝的木屑捏碎，暴力一点没关系，它不会痛。对，它不会痛。太暴力了，看起来压力很大哎，你。可以，按你有成功，我喜欢，我要舒压。动吃，快做事。最多诶。当叫无等到山东风了的吼。也有俺的菇虫，种当到菇的啊，香菇、杏鲍菇、珊瑚菇、巴西蘑菇、昆菇、杂菇、切菇、色菇。入来杂菇的、切菇的、色菇的吼。也得有菇的吼，也得木耳啦，等下煎了以后如何做的食。你讲吃食安尼炸哦？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哎，按太力唔怕，用力。哦，成功诶！冻浆哈。冻强化。啊，你发现冇？也係工程師嘅研究發明出來。平常種菇嘅都一片摘，我都市也係鋪，用片鋪開嘅摘，按摘看啦。哦，你咩摘？你咩上去見到？嘿，真勁，安尼，幾個空間行下睇啊？錯啊！安尼凍漿呢，也沒有摘吼？也沒可以摘啊！哇，還挺棒的摘。就是按照多點開包，生產量。我度差唔多2層到3層，冇到2-3批。不過呢，亦都可以便宜種2張葉，摘1公斤。安尼種咯，1張葉都可以摘1公斤。安尼，家下我哋葉摘睇咧，個安尼還沒上冇？繼續澆水嚇，叫做明日是嘅水比我繼續上，我總共可以摘300到400。哇！我一摘嘅少啦。比如講，安尼1包嘛吼，安尼又生，安尼又生，亞味做得冇？
也可以啊。做得做破开来啊？唔是破铁道，因为唔破铁道以后吼，比要上个细，哦，我上个细粒的。哇，安尼炸，炸熟啊，还会炸哦，俺能给你煮完等下要煮熟的哦。因为俺的山挡方土地平地个少，所以要多加利用。单位面积如何让产量产值增加，就是工程师的责任。哦，俺的炸个差不多的哈，你底下用的炸木耳哈，跟其他谷的。哇，叔叔，按多的谷诶，也全部係你種的哦。嘿，全部貼喺身上呢，啊，同小解一下吼，有啲冬菇、杏鮑菇，有杏鮑菇上個凍架個，唔可以炸嗎？錯㗎，啊，你就成功了。唔會啊，錯㗎。哇，兩日了，真嘅。凍好了吼。我要準備好第一下，我就去拿嘢去煮菜。煮菜，有啲珊瑚菇、珊瑚菇，有啲玫瑰菇。玫瑰菇，啊，真嘅幾個色就係玫瑰粉粉凍漿啊，葱樣嘅。有啲蓮子，叔叔自己做蓮子木耳露。也凍好哦，送一乾哦。哇，哦，先送你咪比，好水食飽哩。感謝，我吃裡面哈。你看啊？好什麼？好食，有啲糊就係蓮子嘅面，甜，個安尼加啲木米，食起來，Q，脆，睇人生嘅都一天動好。好食而上波，快食而肥波。好食。啊，也係我哋古長度嘅歷史上上到最大粒嘅靈芝，靈芝有扇形靈芝，跟鹿角靈芝，也有鹿角靈芝。也就係扇形嘅。也係扇形靈芝。啊，也叫做如意。哦，我了解。一個圓，一個就綠嘅一個。錯個綠個。所以種菇就係種按到無共樣嘅品種。春夏秋冬，無共樣嘅菇嘅，春秋兩季種香菇，冬天就種杏鮑菇。啊，熱天就蓮子木耳。啊，有啲珊瑚菇，也都差唔多除了熱天天熱唔好上雨嘅，另外3季都會上。哇，安尼一年4季都有無共樣嘅東西做。安尼因為4季都有產出，產出安尼因為產錢啊。也上到非常嘅正啊，所以也做得藝術品呢，做得買咗去做安尼盆栽，觀賞。做得，好，基本已學到當多，韓國咪識到當多好食嘅東西哈。等下當場有好高嘅，做乜嘅生態瓶也係乜嘅係嘛？兩邊都做嘅。好。好，今日來到菇場哈，除了摘菇的，等下煮菇的就好食的以外，另外一點來介紹我哋重要幹部，郭心如，叫做 Angle， 香港人嘅妹妹來清華大學讀書，不過也以坦桑尼亞國際志工團重要的幹部，喺6年前省長也以坦桑尼亞天書給他準備幫他們蓋學校，去學校啊，當有愛心的哈。哎呀，馬個流向好學哈，所以以學嘅當到中古嘅方法。所以來到台灣，來到新竹，我的家鄉，然後就一直在這邊了。對，我大學就在這邊，沒有離開過。哇！我每次都在部落裡面跑，拜訪各個結盟的菇農，指導他們怎麼做記錄，怎麼觀察。哇，很好哦！那今天就請你指導我。一定要當老闆嘛。好，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東西叫生態瓶。生態瓶。對，其實我們就是結合菌類跟蕨類那個苔類，就是做成一個生態瓶，讓大家知道說其實菌絲是怎麼長，然後以及跟我們食用菌跟我們的生活的關聯性是什麼，這樣子。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是，它是觀察。那會長出菇嗎？會，如果你顧得好的話，它其實會長菇，然後那個菇是可以吃的。對，就是又做得看，又做得吃，就做哎，真的很好玩哎。對，好，那其實我們瓶子都已經消毒過了，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把木屑，這個部分先處理好。對，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個已經有菌絲的木屑裂碎，暴力一點沒關係，它不會痛。對，它不會痛。太暴力了，看起來壓力很大。你可以，你有成功。
我们就像用剥也可以把水提安呢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其实要黑懂天后，这其实很健康哎，它都是大自然的东西。对。像我们刚刚拿到这个亚黑中古的中提以后，纯豆的嘛，要玩的中，也都木屑及时消毒杀菌过后，种在菇包里面，然后植菌长出了菇，变得白色就是长好菌的，白色就是菌。哦，这个就是菌。哎，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把菌丝它分开，它只是你把它放到瓶子里面，你在适当的温度跟湿度下，它菌丝才会慢慢长回来。哦，有做的。对，菌丝长好之后，它才会长那个所谓的菇。对，菇就是我们说的子实体。然后这个瓶子刚刚已经有消毒哎，有消毒过了。有消毒过。如果它没有消毒，是会有别的细菌。对，会长杂菌。因为其实空气中、水啊，所有物件上面其实都会有一点点杂菌这样。那有可能就会种不成功菇嘛？或是你会种其他东西出来。对。所以我就会种一批的。对。所以直接装哦。对，直接装。我们会先放细的。如果是白色哦，先放细的，先放细的。细的。然后装到上面，就是这样子，敲一敲，因为它空气就是可以跑出来。然后呢，放完细的，我们会放大块的。大概装1/3就可以了吗？一半的。我们通常会放一半。哦，一半。对，然后可以边放边敲，这样子它就会可以密集一点点。哦，我刚刚看起黑同拍色安的标，然后又撒一点细的。对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到这个一半的高度就好了。轻吗？安你做对吗？做对。然后我们用手轻轻把它压紧一点点，压紧，轻轻的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这个是青苔，然后青苔下面可能有些土跟大颗的石头，那这些我们是需要移走的，不要它。所以我们要留的就会绿色的部分，对。你也可以用剪刀，如果你不喜欢摸到土的话。我喜欢，我要舒压。对。葱按你用，一定要用这种，这个叫什么青苔类的。还是说可以放其他的植物？尽量还是放青苔，因为木屑它不是土如果你放了需要土的，就是很需要大量土的植物的话，其实是种不起来的。因为青苔它需要的土的量没那么多。而且青苔需要的生长条件跟菌类其实有部分是接近的，因为它需要湿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有篱笆有弄走之后，就慢慢的填满它的表面，好像在创造自己的小森林。对。所以就是你在这个瓶子里面，你可以慢慢看得到菌丝的生长以及青苔它的变化。好，董琼做对咯。差不多了。如果这个部分做好之后，我们就会洒水。我们是建议5下为一个单位，5下，然后看你需要喷几个单位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水要够青苔去生长，然后也不会让下面的菌丝太多水而死掉。你就完成了哦，差不多了，对。完成这个是前面第一步，后面就是看你的实力了，能不能把它好好照顾起来。这什么叫做实力？俺们第二用哎，看你有没有听话。对，有没有听话，还有没有长菇出来。所以如果听话就会对，1个月后、2个月后它就会长成这样。我有看过一个实验，就说亲爱的菇啊，可以听音乐，可以给他唱歌，做对吗？可以。我当佢推广吧，拜托你生出来，变到当江嘅菇安尼。我希望我做得变到安尼。OK。可能差不多，刚刚说1个月到2个月。对。好，我可能1-2年以后我变到乜用诶。我大饼，我对讲吧，拜托我好好状态哦。创果按荷塘，明日创果本季塘。好做的。也就学会生态瓶做起来都是有啊嘛。有得有嘞。那叔叔教我们炒菇的做菜啊。做好食。做好食的。好，我等下我要煮给你吃的。好啊。切酸切姜，分工合作。其实係反正全部做得成，你切到按姜呢，你太厲害。我加油，我加切同慢呢。年初一上到6個人嘅，人愛人大路，貨愛人小粗，就安呢。懂吃，快做事。
来做菜咧？要做咩菜呢？教你做马告骨的泡菜。哦，安尼直接做会做。错噶，我同讲吼，90%的人嘿切骨的方法，尤其是杏鲍菇就切唔错。要分按用来切你啦。唔对哦。可能係切嘅唔錯他假如嘅。按你切頭，佢唔錯，我按你切。按用切切按你切。好，教你切頭，好。切差唔多0.2、0.3公分。按你切係用嘅口感較好啊用嘅。脆感。啊，口感要口感係嘛？錯噶。所以做唔得強泡，還要到嘅厚度安尼。木耳哈都切細條，安尼都好。還是要保留一點，要有口感咩？錯，所以唔可以煮太久。泡菜更加下煮3點哈，到天光早晨就最合適，就差唔多半夜到1夜是最合適的時間。要冇不用太久，太久哈會變得爛hết。哦。悶。所以嘅泡菜唔係講今夜9夜好，半天到1天才最好吃。它不是陳年老酒啊。懂多年聞過杏鮑菇那個靈芝啊，千年靈芝，我說沒有千年靈芝那回事，那就木頭啦。好，安尼嗰度咧要拉嘅，係係愛高水下濕高一下係冇？濕過差唔多2-3分鐘。好，2-3分鐘。滾一下都好，滾的時間都可以關火，火都可以關hết。所以安尼個地下安尼就做馬告，同還要加乜嘅？馬告安樣做呢，要壓碎，安尼做得。哦，壓碎係比蜜頭出來。蜜頭要出來，馬告的整個果汁，給它引來皮，像塑膠一樣的東西，把裡面的味道全部都包在裡面的，出不來。你把它壓碎，味道就很自然的。精油清香味全部出來，這樣就聞到了呢。這個沒有壓碎哈，精油味唔會走出來，差很多。佢嘅蜜頭好安尼，就係當像檸檬嘅蜜頭。好，馬告幫台灣創造了過去20年來哈，大概有30-40杯世界烹飪冠軍。哇！所以馬告是呢台灣國寶哈。完工了。這也差不多也可以撈起來。各位，你同個蒜頭哈，切細片。蒜頭切細片，所以蒜頭增加它的香氣嘛。個加上馬告嘅檸檬嘅香氣。蒜邊嘅薑，叫做做泡菜很基本的香味。我說蒜頭蒜呢？蒜跟薑。薑跟蒜。你哋係要用薑嘛？薑啊，沒，我哋都用細薑，因為薑哈，嫩薑本身就清好凍好食，做泡菜又凍好食。客家人凍好食，安尼算是嫩薑呢？好，嘅嫩薑拿本嚟。好，唔切蒜啊，切薑。好，分工合作。而家係反正全部做得成，你切到按薑呢，你太厲害。我家用嘅家切同慢呢。年初一上到6個人嘅，人愛人大陸，貨愛人少粗，就安尼，係嘛？完事吼，爸爸媽媽懂相愛吼。這我嫉妒，不是同爸爸講啊，弟弟有什麼了不起？爸爸我講什麼了不起？你連切菜都輸你弟弟。所以從細我開始煮啊，沒有練習吧你就懂好煮。因為媽媽我懂會煮菜呀。一下人做10個人種泡菜。咩佢當我煮用你5位食就好啊，我年以後啊。完事都可在他身邊以做嘛嘅，都有好嘛嘅嘛。就是跟屁蟲啊，完事都跟屁蟲以做嘛嘅都填到身邊啊，好，我好了。蒜頭咩不用下去係嘛？蒜頭也不用下了。那開始攪拌了。攪拌呢。跟馬告那水不用。點解？哦，它還是要有一些湯汁啊。用熱的會比較快，味道出來。哦，小米哈。好。醬油。醬油來壓一條油凍。有種人哋買到凍好嘅
马告告的黑豆酱油，我们真的在大自然做菜，很豪迈。那个醋，哦，1:1的比例哦。差不多，醋稍微多一点。擀一批。哦，拌一拌。好。啊，你是有选好的嘛？完，最後辣椒。辣椒。啊，呀。唔好吃辣的人都唔是搞辣椒，好吃辣的人都搞辣椒。加啲咧，加一些辣椒。要動撚毛，要動撚毛。唔可以啦，一些的啦。好啊，安尼選來比冰一下係嘛？多拌一下。多拌一下，好。好香哦！連拌東西都是要有技巧。我要加油。那冇嫌冇按講嘅冇嘢按等着，按聰明。我知啦，而家有個手勢咩？錯啊。係嘛？完成了第一道菜。好。哦。翻身。好，接下來繼續我來做好食的啊！真見我有火咯，小碌碌的哦，要做乜嘅呢？地方有白菇炒牛肉。哦，有按豆的菇。炒個按豆的菇的邊按醬的青黃椒、紅椒。係。天意方咯，用烤的，按啲菇的呢做個香菇貢丸啊，馬告、杏鮑菇香腸，個杏鮑菇的香蔥雞肉丸，所以要串。跟香菇串在一起，跟烤肉 barbecue 就做嘅啦。barbecue， 哇！係到中秋節最好食嘅 barbecue。好，第一步我來做烤肉串。烤肉串，也到雞肉丸，係雞肉丸，串進去啊，香菇貢丸串進去，然後呢，各串一串紅椒，漂亮紅椒，可以咧。啊，安尼做杏鮑菇香腸，安尼樣醬啊，葱末葱安尼按醬。哎呀，錯。安尼食得人，每一種東西都食得到。錯啊。就再冰上去了。有肉有菜有菇啊，雞唔得菇。還有乜嘅？還有香菇係嘛？就做得幾少嘅。咯。哇。嚟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種。錯。叔叔你係從細家講媽媽。佢就會同我做事，同我做事，就退學，因煮因搞藝，因打嘴鼓啊。安尼就學起來，今日生嘢要學到嘛？我來同我煮。哇！我小學3年生，我冇睇到佢，我本樣都可以煮俾食啦。哎呦好媽媽我做吧，即係說同樣要錢啊。唔係，佢煮飯，媽媽阿姐要俾錢咯。1盤100塊啊。哎，真幾愛好菜，好，我做去鼓勵我做生意啊，如果用快炒店的價錢來算爸媽媽的錢啊。哎，果然是這個生意之子。所以天天的靠我牛肉也炒白菇牛肉哈。記得要用嚟切杏鮑菇嘛哈。有口感。你切杏鮑菇哈。好。香菇它敢你曉得啦哈，你按嚟切片。那你切入好，唔好切得太細，至少要0.5公分厚度。咁樣有口感，食起來真好食。唔係，也香米啊，係啊。哦，係啊，好食都香米，咁做得薄。切香菇也切當蔥葉位哈，厚一點。來切杏鮑菇哈，剛才來切紅椒。好啊，一芎藥咩切安尼，同家做泡菜安尼。炒。安尼煮菜煮起來，煮按當然有成就感哦。有啊，小英總統人的菇場，規道攏我煮的啊，我煮一整桌。我也知道講，有時間我出去自家煮冇較便宜嘅。啊啲啊啲。唔過做得食到上愛食嘅東西，也係講食到較好嘅食材。自家做嘅多經濟嘅生活，要划得來。唔可以叫咩？好食。Oh my god！你喺客家嘅山嘛，所以我懂好吃，有的要酸酸，要加酸酸的東西，它那個酸度同鹹度
嘟嘟好，牛安杯啦。莫讲了，是的。今天我做的那个杏鲍菇泡菜哈，做完安朵巴最后是用的。懂吃懂吃，快做事。叔叔有吃到吗？你今天按你煮菜，好，好悠闲哦。啊，当香吼，你不是在提亚位开 party 呀？那你来到出来上来。亚位吼，5月的时间，慢慢的萤火虫啊，萤火虫客方用讲，火焰虫，慢慢全台湾最多应该係我哋嘅古蟲。哎有，我有看過你日本嘅樣片。先講一下嘅肉吼，一樣嘅切，跟着紋路，不要這樣切，要這樣切，要切對。等一下，你是說要逆着紋路？逆着紋路切。叔叔，你幾當時我咪講20年前我咪上去中。20年前都談到頭當我哋咩鐵錦屏大橋有嘛？看到一個高堂，談講嘅高堂關係嘅，我都深度嘅當通常啊，都想到啊，原來嘅時間原住民嘅平地做工啊，原住民做工嘅人頂多就25K，都市都會做些，又要交儲水，又要吃飯，也剩不了幾毛錢。家摩貼身邊，下工之後，都市的什麼誘惑壞事都會去，等等問題，所以我都同上帝祈禱講，主啊，我願意幫助他們，請給我智慧，看有冇方式，給我連結嘿。上帝都教我講，教人嘅種谷誒，然後種谷誒呢，因為山當好冇田地冇平地，樹林腳下，你看下樹誒有冇？有2條樹誒，6根竹子架上去，就是3層的谷場，都可以種谷誒。哦，嘿，對了，你今日啱啱講到去了嘅。我炒一碟菜嗬，記得一個最重要的重點，煮牛肉一定肉類嘅東西唔好炒太久。青米張標。落去如果唔好食，如果先放下落去炒一下肉類啊。先放下去哦。先放下去炒，然後撈起來。哦，慘呢！哪怕都會水米呢。哇！了解食材，嚇。我認識佢比講嘅樣嚟做。嚇，炒啊！你去做的，先拿起來啊。你都可以撈起來。再個炒香菜，你係咪有肉嘅香味？水沙炒香菜。好。耶！哦，要雕嘅講點樣食咯？你睇唔係做嘢嚇。好。蒜全部夾的丟。蒜頭要放落去。蒜頭放在一嘿。好。繼續比炒。哎呀，同時所有的食材你要了解它的特性。香菇是要煮久一點，所以香菇都先放下落去。哦。韓國香菇比別針會香，錯嘛？錯，你那會香味出來。然後差不多煮差不多3分鐘左右哈。你聞一下味透出來有冇？有哦，因為我會看香菇，它有一點點東涌，有一點點咖啡色，有一點點上色，有一點點焦啦，你就做對了。是都不用來，好。甜椒先下來係嘛？甜椒，因為要把菜的甜味炸出來。哦，有甜味。對，要先把菜的味道讓它出來。一出來以後，你要不用谷味，谷味會吸它的味道。哦，這樣才順序才會對。你看這樣的話，有肉的油味的，有椒，有青椒、紅椒的甜味啊，最後菇下去，就整個就完整了。哇，你咩清醬呢？哈。錯啊，要幾分鐘就完。其實唔會動久，所以大家煮菜唔好驚，不要怕說啊，煮菜很麻煩很複雜。大家看，其實一道好吃的菜，清醬出都得嘞。杏鮑菇。好。哇，你亞紅菜其實它的營養就很夠了耶。對啊。亞黑加哈做馬告，杏鮑菇泡菜。裡面有馬告跟薑，跟味道泡菜嘿。
继续。好，继续。食水要请食，哎，哎，我客家人莫浪费。啊，莫打爽。好，莫打手。好，动枪会好诶。哎，我忙啊，还忙啊我3分钟。你有算时间哦。可能是的。哎，如果说个差不多的，会有18、99。哎呀，话空了话，嘿，空了话，硬定定的都忙忙。安尼做中古差不多9年的时间。请问中古下来有乜嘅心情冇？有乜嘅心得冇？每一个领域哈，都当多可以学的。像我最先买菇包嘛，菇包中古的都了的6000万。我的目的要搞帮助原住民创业就业。不过我们买的菇包嘿，新社、雾峰、埔里来的。给他们引了做菇包，大量的都为那边的菇农，他们一下就几千万包的，我们就几10万包而已，所以给的不会为我们去接菌，为他们的时间、温度、生产时序。所以我哋买菇诶，给的我上的时间，我哋唔会上，我哋我上的时间也唔会上，我哋我上的时间又唔会同人家接菌，所以用来做，用来做，所以就了啊，很多钱都因为安尼。这个困难就是我了完多钱的原因。请问了6000万，有没有还有信心做的继续做下去？上帝的恩典啊，哎呀，让我们IC 赚钱啊。那后来都结论，根据温度、海拔的温度，来算好春秋两季高温的种香菇，冬天种杏鲍菇，热天热时间都种灵芝木耳。冇共用嘅季节，一年四季全部有东西。按那谷场度诶，4季都有3寸。4季就有前穿。按那用前穿。叔叔，感谢你，辛苦哎，辛苦你，辛苦哎，哎，来吃你做的泡菜。哎，厨师第一个动作就闻一下。好吃。Oh my god！ 我係客家的山嘛，所以我當好吃有得酸酸，要加酸酸的東西。有時候因為杏鮑菇同糯米，安尼都有脆感，然後有 Q 度。然后它那个酸度同咸度度好，原味啦。莫讲了，是的。当好食，我发觉我切当好诶。太搞的好起来，杏鲍菇，而且安尼口感长得好，有一点有点宽度，然后呢是长条形的，安尼较好食。那么，好，哇，杀好了，我同意。父母一定要有牛肉，要有甜椒，韩国要有杏鲍菇。牛肉度好，牛肉刚刚好哎，它是有熟的，可是不会痛肉。要加甜椒，你甜椒唔会塞牙缝。很好吃哦。韩国人家加迄一个泡菜嘅米。它的酱汁嘛，好，加落去以后，它的那个有一点点酸酸提味，牛味变到很好吃。醋可以把肉的分解，变软化，所以味道比较出来。好，清明俺的要来吃呀，这是烤肉串，这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哈。韩国每一种口味都吃得到，来，叔叔抢，俺哋给米就用牙干杯，太搞。这个你不还没做的按你做，按你吃就吃饱的呢。而且这样吃真的很健康，菇类啊、青菜、香菜啊、牛啊，全部有。一串就够了。好哦，来吃了。香菇，好香哦。要酸嘞，我留给你用的是什么冬菇吗？还是什么菇？夏菇吗？夏菇。好吃。
香菇只要新鲜就很好吃吧？好，我来试一下嘿，新的这个是香葱鸡肉杏鲍菇丸子，哎，杏鲍菇香葱鸡肉丸。因为这个葱的啊，同样加上有杏鲍菇的口感，它的鸡肉它的肉的口感是就有一点绵密，可是加入杏鲍菇有点脆脆，好，有点 Q 度。哎，周美食家了，评论家了。所有的食材多哈，杏鲍菇就是不会跟别的菇抢味，其他无嘛特别味道。那白色也不抢色香味，但是它天生的菇类之王就是脆感。菇王，它菇王的特质就是脆感。现在站到台湾以后哈，哎，懂好吃杏鲍菇，就用烤的就很好吃。其实也当年烤肉的时节吼，也迄个我卡煮料理啊，冻好些烟囱。不过其实买烟囱有动态方面，比如讲，这家一般来讲，一般的烟囱啊，够小食啦。因为有的卡蛤蟆也系肉啊，用的眼无确定嘛。不过有的烟囱还有特别的马告黑唔黑？有一种清香。杏鲍菇香肠。都好吃，它真的有脆脆 QQ 的感觉，还够给调味，因为加马告，我觉得那个清香，本烟囱塞起来哈，好像没有负担一样。看到今门的天气暗吼，就是眼看着就要下大雨，每天就要下大雨，下个1-2个小时。我们今天超幸运的，那金总都对，就是上帝同在。按个头来讲吼。今天我做的那个杏鲍菇泡菜哈，做完安斗半最后是用100。我真的我没有想到我做的那么好吃。今日同分享来到也好，同非常支持我照顾我、通向我嘅师大叔叔来学习佢做一件事情嘅专心、专注、热情，然后特别刚刚种菇啊，或者做 IC 产业啊，或者是做去祝福人的工作，还是非常的佩服。今日有学习当到，祝福叔叔的每一个事业哈，无论系种菇，也系做 IC， 也系其他继续去帮助东东，都是做的顺心如意，有上帝的同在。你马黑啊，主叔一定要常常替你祷告，谢谢。愿你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把耶稣的馨香之气都带到那里。感谢叔叔。个点转来作动，转来行走，山当风老了啊！好啊！今天真的非常欢喜，我们合作成功，耶！无点无滴，已经行到夜尾，加唔识来过嘅地方，夜尾点情安详，人情丰富，大家总会互相关怀，唔识想过会来到夜尾，嘅奇妙。像是归。